待我哋一齊見證黑帝斯嘅專屬魅力咯喎！我哋有幸可以得到郭富城先生做我哋黑帝斯代言人，我哋會從香港出發，務求將黑帝斯產品帶到亞洲每一個角落。郭富城嘅非凡魅力，當佢遇上黑帝斯嘅三款單一嗰陣，令我諗起嗰首狂野之城嗰種熱烈嘅情感。黑帝斯佢俾我嘅理念就係有一個百年釀酒嘅技術，因為工藝坐低開會有一個理念去做呢件事嘅時候，我哋就一拍即合。